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一同站立。虽然我们人数刚开始不是很多，但是2、3个人同心聚集，主就在我们当中。我们要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到主的面前。主，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们要用嘴唇来赞美他。主，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主，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用嘴唇来赞美你，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从头来，主，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来，手借给我来。主，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用嘴唇来赞美你，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再来一遍，来。主，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主，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用嘴唇来赞美你，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们要奉主的名来赞美他，因为他是至高全能的。看你怎么样去认识这位神。所以当我们唱第2节的时候，我们要用这样的一个信心来宣告：奉主的名，在地上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我们一起来。我奉你的名举起我的手，我奉你的名举起你的手，我要用嘴唇来赞美你，我奉你名来举起我手，我奉你的名，我奉你的名举起我的手，我奉你的名举起我的手，我要用嘴唇来赞美你，我奉你名来举起我手。我们要来感谢赞美这位神，帮我按一下啊。我们要来感谢赞美他，用神的话，我们一起要来宣告说：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帮我按。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帮我按哦。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我们要来感谢赞美哦，透过这些的经文，让我们知道这位神是至高的，他喜爱怜恤，他赦免我们的过犯，他也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一切的劳苦重担，还有一些的苦难。我们要承认我们有得罪神的，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我们要走自己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求主来赦免，解除一切这一些的过犯洗净一切的罪。弟兄姐妹，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开口来向这位至高神、怜恤我们的神来向他祈求、祷告、赞美，跟恳求他怜悯。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阿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一同聚集敬拜阿爸天父。主啊，你是至高的，你是怜恤我们的，你是拯救我们，你也是保护我们脱离这一些的
一切的黑暗权势。主，我们奉你名一同来聚集敬拜，愿你的灵运行充满在我们当中。特别是在这疫情的世代，我们恳求主保守我们脱离这一些瘟疫毒害，愿你来带领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掌管万有，你是至高的，你也是连续我们的，你不是只是高高在上掌权，而是也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主要在我们困境无路可走的时候，在我们面对看不见的瘟疫毒害，你伸出你的慈爱手，保守看顾我们。当我们害怕的时候，你是给我们有这样的平安的意念。愿你来帮助我们，赐下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哪里得罪你，快跑回转来归向你。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你的话语来使我们愚妄的心能够明白，能够聪明。愿你继续带领我们以下时间看见你的同在，也能够奉你的名在宣告当中看见你的能力充满在你的圣殿，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Amen。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为着我们身心灵的需要来祷告，我们一起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我们每一次在为这些的事项祷告的时候，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的身心灵，特别是我们的心哦，求主来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哦。也让我们在所拥有的过程当中，知道是神所赐哦，保守看顾我们在婚姻感情的还有产业。疫情的冲击，我相信会冲击到我们的工作事业。这几天有这些青年们的学测，我们恳求主赐给他们有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让他们知道抓住神。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恳求神来帮助我们知道如何能够彼此靠着神的同在，有和好有良好的关系。我们邀请他在我们灵、思想、情感、意志、身体当中来掌权。我们如果当中我们有需要，为着我们的身心灵的部分祷告，你可以站立起来，我们的同工会为你来服侍，或者是坐在原地。我们手按着你的需要，这一些的需要主医治或者是扶持的这样的一个部位，我们恳求神与我们同在。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有需要你就站立，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宣告你是我们生命的牧者，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医治者，你是我们的供应者。主啊，你也是安慰我们脱离那忧伤困境的。谢谢主，让我们知道我们前的道路有主的引导同行。谢谢主，在我们生命的患难困苦当中，知道你在护卫陪伴，你也在带领我们。谢谢耶稣，让我们知道你的作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邀请你做我们灵的主，让我们随时能够有圣灵的启示跟安慰，有圣灵的同在跟扶持。主，我们邀请你在我们的灵之外，我们还需要在思想、情感、意志邀请你做主。我们常受到外在的这些环境的影响，
疫情带来人的恐慌，心的不安，我们不敢踏出前面的道路。愿你护卫着我们，像你如何透过你的话语帮助我们明白你是拯救我们脱离这些捕鸟人的网罗、午间害人的毒害，还有这些的瘟疫，保护看顾我们在这艰难的世代。我们需要你的同在、你的陪伴、你的引导。主，我们也恳求你赐下你的恩典福气，在我们所走的道路都有你指油在地的恩典之路。谢谢耶稣，让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祈求的时候，我们用信心来呼求你，从你施恩宝座赐下你的恩典、慈爱、怜悯跟你的供应。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Amen。所以我们要来为我们主日来守望来祷告。我们一起用主的话一起来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我们要一同为牧师、长职这些团队，我们为着我们这个礼拜有不一样的服事来祷告。为了个人跟神之间有美好的关系，让神的话在我们面对困难的环境当中成为你的扶持、你的帮助。今天有阿嘎贝领袖小组这个培训营的筹备面对疫情要马上转换成为线上的祝福这一些不管是儿童或者是这些青年们，在我们面对这一些的应变的过程当中，都不断要调整有时候我们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为着要面对这个世代，我们神是帮助我们马上调整。所以这周的线上冬令营孩子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进入到寒假，那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这周也有祷告见证会能够很顺利的大家一起来祷告，为了第8区这些的牧区同工来祷告祝福，透过他们的带领，让组员在生活当中有扶持，也有这样的一个带导跟引导。我们恳求神在第8区第15、16、18小组让这些小组员彼此能够扶持，也能够经历神的同在。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祷告，我们一起站立来为主日来守望。我们恳求神透过他的话语真理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内心可以得着自由。我们开口同神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下这个主日，帮助我们能够亲近你，放下一切周间的劳苦重担，让我们能够来享受在心灵的安息，主话语的提醒、滋润跟扶持。谢谢耶稣，让我们每一次的聚集你有同在，每一次的祈求你有垂听，每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赞美你的宝座设立在这边，让我们透过敬拜的过程当中享受到你的同在所带来的平安跟盼望。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耶稣，让我们一起敬拜赞美的时候，你的宝座，我们邀请你来掌权，来作王。谢谢耶稣，因为你的救赎，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可以开口，我们可以自己来读圣经，我们自己可以来呼求你，这是你的恩典，你已经除掉我们跟神之间那个障碍。主，你帮助我们，也能够让我们有属天的盼望。不只是这样，你赐下你的大使命，让我们去能够透过我们生命的分享见证，使人能够同得福音的好处。再一次在这主日当中，让我们的心能够在主的同在享受你的安息。
也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继续奔跑在神你为我们预备这恩典之路。我们也要一起同心用主祷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将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勇士交在你们手中了。”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看那犹大是旨意的神，众圣徒预备朝见他。少年人看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以为神的复兴将来到。听到西安的号角响起，万国万民都要战斗。耶和华日子将到，光明将出去黑暗，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是的，我们用敬拜来征战，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神要更新召唤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看那犹大狮子，看那犹大是旨意的神，众圣徒预备朝见他。少年人看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听到神安的号角响起，万国万民都要战斗。耶和华日子将到，光明将出去黑暗，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要看到神的荣耀。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改变世界。这时代，神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改变世界。这时代，神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神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犹大狮子已经得胜了。看那犹大是旨意的神，众圣徒预备朝见他。少年人看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号角响起，西安的号角响起，万国万民都要战斗。耶和华日子将到，光明将出去黑暗，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神的复兴将来到。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哈利路亚！
我们要有更有信心的，因为主耶稣已经将那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了，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他，哈利路亚！弟兄们，请坐。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主佛主带领，拆开复兴之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有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那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要更有信心吗？哈利路亚！让我们更有信心来赞美我们的神。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主火主带领，甩开不幸，甩开不幸之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有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让我们的一起来做得胜的宣告。我要得胜的是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的是宣告，荣耀再次得胜的宣告。我要得胜的是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的是宣告，荣耀让我们来做得胜的呼喊。我要得胜的是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的是呼喊，耶稣惧让怕我们更大声来呼喊。我要得胜的是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的是呼喊，忧愁让我们一惧起来怕高唱哈利路亚。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天天赞美，天天唱。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我要唱，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在敌人面前说我们摆设宴席，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哎呦，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得胜了，哈利路亚！让我们用最大的掌声献给我们在天上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请坐。亲爱的神，主耶稣，我满心的感谢你，就是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将那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了。主耶稣，在新的一年，就是我们也
仰望你，仰望你做那新事，求耶稣你赐给我们新的意象跟新的盼望，让我们真的去遵行你的旨意。谢谢耶稣，感谢你，祷告奉圣名祈求，阿门。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黑暗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事都已经过去，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都要渴望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的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旧的事都已经过去了，求主耶稣赐给我们新的意象跟新的方向。然后求主你做新的事在我们的中间，还有让我们来赞美你。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都要渴望呼喊
国度的荣耀彰显，天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的眼能看见心的想，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圣灵引领我们看见新的意思。神的引领看见新的想，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主，你知道全地的百姓都在呐喊，全地的百姓都在恐慌不安的当中，在看不见这些的病毒的影响，人心软弱，人心惧怕。唯有神你在我们当中掌权作王，唯有神你在我们当中掌管万有。主，我们愿你来与我们同在，荣耀归给你，你所赐的平安归给敬畏你的人。凡渴慕呼求你的人，主，我们愿你来，透过你的话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信心，引导我们的前路。因为你是带领我们走那不曾走过的路的那位神。主，谢谢你，每一次我们透过这样的敬拜，我们真的是巴望你的同在。每一次我们祷告呼求，我们真是渴望你的垂听。每一次我们宣读你话里的应许的时候，我们渴望这应许就能够成就，应许在我们当中。谢谢主，愿你来，这时候掌权，让你的子民知道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我们来看周报的消息。我们知道最近特别是我们桃园这一些自由贸易区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升温所以请我们进来务必要刷卡最近强调10连制嘛，所以我们务必招待人员会引导我们就是要刷卡让我们知道确实谁进来这样那也配合我们这些防疫的措施。而我们的聚会的时间还有目前感谢主还是在有实体那将来要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过年的期间要怎么变化我们都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起来祷告一同祷告圣经说我们祷告，同心的祷告才能够怎样？平安怎样度日啊？所以我们不祷告，可能那一些的威胁就渐渐逼近在我们当中。我们2月13号上午9点半，我们会召开2022年的定期会员和会及长老执事的补选。我们当天只有1场，所以记得我们的2月13号过年后的第2主日，我们有和会。那请弟兄姐妹来为这样的事情来代祷。我们有一些的候选人名单贴在公布栏我们可以祷告那为了这些的弟兄姐妹同工来祝福谁来被拣选来服侍神。我们在1月30号前可以向小会书记陈敏哲长老来提出。那如果不能够参加的陪参会员请在2月11号前以书面向小组长或小会书记来提出请假。
3月6号我们会举行今年度的第2次的圣礼典，如果要报名受洗的，请在2月20号前向牧师或者是行政干事来报名。今年度起主日礼拜将新增第3场礼拜，就是2月20号起有11点到12点的这样的一个礼拜哈。那在7楼的礼拜堂欢迎弟兄姐妹知道那些起不来的哈。特别有一些年轻人最近有一些年轻人，因为他听不懂第2场的台语所以就在楼上也没有做礼拜，我们觉得这样很不好了所以有增加了第3场的华语礼拜。行过河上帝较好别个方法嘛，咁就一定。提供不一样的这样需求我们弟兄姐妹这边就是早起的鸟儿所以有不一样的祝福了那你做完礼拜，你还可以去做其他事情所以有各种不同的需要。那我们今天的医疗咨询，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也是随时调整暂停1次。青年的事工在本周的这个聚会就是我们的培训营也改为线上。透过这一些的议题现在也很夯的元宇宙那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些年轻人对他们有没有什么的冲击有一些的议题是可以帮助他们呢，不是只有滑手机这样也可以帮助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议题当中提升他们专注力跟执行力。我们来帮助他们能够在他们年轻的这样的思维当中，有知道如何掌握这个世代的脉动。那我们在1月26号这礼拜3有祷告见证会，我们请第5区有透过实体跟直播。那1月24号起，就是礼拜1起我们的社区关怀据点暂停，因为市政府有这样通知。那什么时候开始要等候市政府的通知。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社区事工透过这样的冲突管理术帮助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2月18到4月15号这当中请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有兴趣的你要带领一个慕道的朋友那或者是这些的正在渴慕真道的这些朋友，我们邀请他们一起来参加。我们来看这一段短片。现在插播一则新闻快报：隔壁的阿满姨又把他儿子骂到离家出走了。还有昨夜巷口的阿追塞跟他太太又经历了这个月第6次的争吵，摔坏的是新买的锅子。根据记者这1年以来的追踪报道，发现因为疫情而增加的冲突增加了20%。针对此问题，社区专家即将开放冲突管理课程，欢迎民众踊跃报名，我们一起来杜绝无效的冲突，侵害你我的生活。其实，在生活当中，会因为讲话可能大声一点的沟通，就会造成不必要的误会特别是在据点当中，同工来跑了，牧师真的这些人都应该要参加了讲1、2句就开始好像要冲突起来这样那真的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学习。原定在今天下午1点举行的互助社的社员大会因为疫情就暂停来举行，然后等候通知。
原本也会赠送这个包子了哈，那社长也有要我报告一下，但是这些所剩的包子不多了哈，好像剩下20包左右哈，一包10颗是100块而已了哈，那我们可以到楼下看看还有没有哈。我们的第6组蔡建勇弟兄于1月7号蒙主恩召享受88岁。那明天在明天那因为配合疫情的关系，还有他的家属那我们会在明天早上10点在桃园殡仪馆举行入殓，那11点火化下午1点会在教会举行告别礼拜，是1点哦。有一些人说牧师明天是1点半吗？我说1点哦。那所以有赖群组传的那个错误的信息，请要马上更正哦。下午4点会在金山平安园举行安放礼拜。那在今天下午本来是3点半因为互助社员大会取消所以延期所以我们会就是提早到2点2点在7楼礼拜堂举行家庭的安慰礼拜。好，其他我们请我们自己来看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来读2遍，一起来。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约书亚记6章5节再一次，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约书亚记6章5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不用勉强，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奉主的名一同来唱这首诗歌，来到主的面前。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应当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应当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层苦楚，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层苦楚，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能再一次来到这里敬拜赞美你，聆听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我们要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的面前得胜又得胜。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交托给你，使我们不被疫情搅扰。相信你所赐的平安喜乐是无人能够夺去的，而且倚靠你，我们凡事都能做。你是行神迹的神，在我们绝望的时候赐下盼望，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
在此献上我们的金钱，为主所用，愿主悦纳。我们将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坐下，彼此来祝说：愿主的恩典与你同在，愿主的恩典与你同在。主的恩典与我们同在，要从哪里看？从他的话语来看。我们要读约书亚记的第6章，弟兄姐妹，我们从第1章开始看，已经看到了第6章哦。那这一周我们也往后来看，我们要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约书亚记的第6章。第6章的1到7节，但是我希望我们就是不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读到第7节，那我们可以往后看，把整章把它看完，我们才知道说上下文来龙去脉。好，预备好了，我们不管是现场的或者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大声来读出上帝的话，来宣告出上帝的话来。6章第1节，一起来。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6日都要这样行。7个祭司要拿7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7日，你们要绕城7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嫩的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7个祭司拿7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约柜象征你的同在，象征你的带领。没有做过的，没有想过的，没有走过的路，需要你好像我们的 GPS 来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教导我们怎么做，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领受你的真理，让真理开我们的心窍，得着自由。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弟兄姐妹，我们要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一直从上帝如何带领以色列百姓兴起一个新的领袖约书亚，然后命令他承接这样的一个使命，继续带领这些百姓要过约旦河，进入到应许之地，得地为业。那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也看到说，过去上帝如何让他们从侦查，然后喇合如何提振他们的信心，然后过约旦河是用很奇妙的方式，让他们走在干地，好像再一次经历过红海的那个神迹一样，不可能的成为可能，然后进入到应许之地。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开始的征战，也是一场示范的战争。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也提醒我们，当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可能困境的当中，那最近我们知道中国对我们的威胁日渐增加，不管是空中的、海上的那我们看到我们的海军有史以来成立第1支的布雷中队，布雷艇就是以前都是用人工这样在布水雷那现在透过这个新的舰队来成立，那也要让全世界知道说我们是不会好欺负的那强调让这个国际看到台湾守护我们
国土的安全的这样的决心。那最近我们看到海军筹建的这个快速布雷，这样的一个中队已经慢慢的成效，后面还有第二、第三个第三、第四个中队慢慢在做这样的成立哈。那我们不管在是空防或者是海防哈，我们都看到哈，这一些的战舰只是要保护我们的安全，但是我们真的可以靠这些能够维护我们的安全，能够阻吓敌人登岛然后捍卫台海的安全吗？可能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哦，但是如果不做，我们就更不安全。那面对耶利哥的这样的一个情势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不对等的不对称的这样的一个武装或者是这样军备或者这样的兵力，那耶利哥城这样的一个攻防等一下我们会来谈，上帝如何用人没有想过的方法来在这样不对等或是不对称的这样的一个战争当中最近我们在谈说我们跟中国是这样的一个不对等的军力嘛那如何发展不对称的这样的一个战力来吓阻？那我想透过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策略让这一些的耶利哥人看得怎么样不飒飒了。哪有人用这样的方式到底他们在做什么每一天散步一次，然后都安静没有声音，到最后用什么样的方式？那如果是我们在这个行列当中，你会怎么想？耶稣呀，你在玩我们吗？你知道在绕的过程当中会有危险吗？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是约书亚，你会怎么反应？当上帝在吩咐你的时候，过去你没有想过的方法，神对你说的时候，过去你没有想过的，你会怎么样反应？如果你是这些的战士，你会怎么想？哪有兵法是用这样的方式？没有听过，可能我们不会信任。绕了5天6天，什么事都没有，那你心里会怎么想？当上帝吩咐耶稣亚用这样的方式来攻城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荒谬啊？或者是你可以遵命而行？当教会有时候在提出一些的政策也是一样，你是觉得可以遵行，或者是为什么牧师提出来这些要做什么？我们要认识这位掌管我们输赢、掌管我们胜败的上帝从这一场战役当中，我们来更认识这位神。过去的灵修迦南之声里面，那个军句有提到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对不对？但是我们靠的是谁？上主的同在，不是吗？你会说牧师适合现代吗？适合。上帝的话，从过去到现在都合适，看你怎么去看。所以我们要从人的角度来看你如何得知你人生的胜败关键？是在你自己拥有你的力量、你的钱财或者你的权势吗？还是如果有神与你同在，这位上帝保守你，你才能够在你人生的战役当中才能够得胜。我们要来看这场战役是进入到迦南地的首要的首战。我们来评估一下这个情势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好还是坏第一个我们来看呢6章的第1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告诉我们说耶利哥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来，弟兄姐妹，我们来说说看，这个对我们来讲对他们来讲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坏消息，为什么？他们吓破胆那为什么是坏消息？
进不去进不去。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进不去？耶利哥城在人看来很坚固的它只有一个门，然后那个要上去还有一些的难度。然后我们来看，上次我们看到喇合他住在哪边？住在第一道墙的旁边了那它有2道墙然后有这样的斜坡。那怎么攻？只有一个城门，那城墙又很坚固啊。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一场战役是很关键的，对不对？也是影响到他们以后的战役。上帝说：“耶稣呀，我要与你同在，无人能够打败你。”真的是这样吗？首战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信心，对不对？好，那这一些的墙非常的坚固啊。好，那我们来看就是在这2道墙的中间，会有一些的住宅比较便宜的那圣经的学者说，喇合当时就住在外面这个区域，所以还记得吗？当他们喇合要拯救探子的时候，从窗户怎样？那个红绳子让他坠下去，对不对？然后下去就可以马上逃走了，这样明白了那比较尊贵人就在更里面，那边又有一道城墙守护着。所以刚才我们的小周说坏消息，真的是坏消息吗？还是好消息？弟兄姐妹，其他的人呢？他们吓破胆啊。那陈汉说攻不去啊，对不对？好，这个是很正确的一个想法因为在当时候的古代晋东的战争那两军对战的时候，他们会评估我的战力能不能得胜啊？如果不能够得胜我就怎样？如果我们以前看那歌仔戏或是连续剧我们都知道说，就躲起来，对不对？然后上面挂了一个牌子叫什么？免战牌嘛，对不对？好，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关键以色列人全家大小都来了。好，那如果根据圣经的研究，那耶利哥城里面有没有水源？有水源我们去到耶利哥城里面有一个那个泉水现在还有好，那里面有存粮 ，OK， 有水有存粮，然后我把城门关闭，无人可以进出。你来啊，你看要攻多久？如果我的存粮照过去以色列耶路撒冷城的经验，这些巴比伦外敌要来攻，至少有18个月以上，他们才会被攻破了。那18个月，1年半，好，我们说1年半2年。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什么？你就等嘛。那以色列军队吃什么？不是只有这些军队，还有这些全家大小。那我们就等，看谁消耗得快。一个防守，一个消耗战。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如果他们城门都紧闭，那他们没有粮食了。作战最怕什么？没有粮草。所以我们看到三国这样的一个战争，就是看到什么粮草的缺乏，对不对？就是关键的这个所在。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如果比军力，这些以色列军队他们没有学过战事然后他们以放牧畜牧为主，然后我们看到无兵器，他们没有预备这样的一个战争，他们没有这些的勇力。在亚纳族人，在耶利哥人他们的眼中，据探子回报，他们像蚱蜢一样。他们如果要攻这个城，又没有这一些的武器，不高楼或是那个梯子都没有，怎么攻？那耶利哥，我们看城墙那么坚固，武器精良，
这些战士英勇，民兵富足，然后呢，城门紧闭。所以比较起来，当然我们就会看到什么？耶利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军力跟以色列的军力比起来，当然是耶利哥有更胜一筹。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些没有经过战士的训练的如何来攻打，他们又要餐风露宿，没有这些水粮食长久的供应，所以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坏消息。如果耶利哥不肯妥协投降，他们要继续耗下去，要耗多久？2年3年。所以这样明白了对他们来讲，表面上好像是好消息，他们怕，但是其实是坏消息。所以我们来看到上帝如何针对这样的一个攻城的策略他提供了一个不对称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好，那我们看到几天，上帝跟他们讲说，来给你们7天，1到6天做什么？绕城。怎么绕？来，我们看这个耶利哥的遗址绕城，1天1次，好像安静的散步，不要做声。绕一圈要多久？大概900公尺，15分钟。1天你做个15分钟的运动，散步，好回家。第2天再15分钟，当做运动嘛，对不对？但你知道在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危险？城墙上会不会突然射箭下来？会不会丢石头下来？有可能。所以对他们来讲，要不要冒的一个风险？要。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如果是我们，会不会质疑这样的一个策略，这样的一个方法，会不会危害我们？真的有效吗？以现在的想法观念，真的可以吗？所以对他们的信心是一种挑战，不是吗？对你来讲，如果我们置身在其中的时候，我们会想说，这是什么款的方法啦？好，你用什么观点来看这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回到这里了，你会怀疑上帝所吩咐的方法吗？耶稣讲是一个战士，他有征战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上帝告诉他用这样的方式，如果你是一个战士，你一定会评估，就好像耶稣对彼得说：“下网捕鱼。”在白天呢，开玩笑，那顺不顺服？你用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什么样的观点去面对？这是给我们想法。你对这一段的经文，你有什么样的看法？我想上帝可以给我们不同样的角度来看就好像我们在整个策略上面你会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教会叫 RPG 祷告，然后读经，你会怎么想？好，第3个你知道以前要致富要好喝呀了靠了什么？如果是种田放牧来不及啦。所以过去的人很多的佣兵他们会怎样去做佣兵，然后透过战争的过程当中来获利但是这一场战争开始上帝吩咐说什么？你们得胜了，可不可以拿东西？不可以我们一起来读来。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喇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
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这是怎么样？出熟的果子要献给谁？上帝。一样的道理哦。好，所以这里很清楚了吧？哇，如果是这些的佣兵，或者是要靠战争来获利得胜的哦，致富的怎样？呀，没什么赚头啦。那你要不要？还要自己带便当，还有可能牺牲生命，对不对？所以你要不要？哦，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挑战哦，是一个困境哦，对不对？如果叫你做毫无所得的、白做工的、没有什么利益的弟兄姐妹，你要不要？做这个工也没有什么呢，还要自己出钱，对不对？还要奉献，还要花时间。你有没有看到属天的价值，还是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哦，好，所以呢，面对这样的一个内在的困境的时候，上帝给什么样的答案哦？上帝给他一个明确的保证哦。来，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我们必须相信上帝的话和他的作为。如果约书亚，如果这些以色列百姓不相信，我就不绕，不绕就没有城墙倒塌的事，没有城墙倒塌的事就攻不进去，你就在那边耗吧。弟兄姐妹，上帝已经拟好了一个计划，在你的生命当中已经拟好了一个计划。当他透过他的话语向你发出的时候，你有没有用信心来接受，或者是你是怀疑？对一个军人战士来讲，约书亚他很难接受，但是这里我们看到他欣然接受。上帝怎么吩咐他就怎么做。这个元帅，上帝所派的这个元帅怎么吩咐他就怎么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顺服了。这一次，当号角响起的时候，这些百姓要不要顺服？大家喊。如果叫敬拜赞美的时候，叫你阿们喊哈利路亚，喊不出来了，我没有习惯了。平常6天你就安静了，那对我们一般来讲 ，OK 啦。对那些喜欢讲话的人，你叫他6天都安静哦，哎呀，很难过了，对不对？1天不讲话真的很难过，对不对？可不可以？我顺不顺服？上帝说我会给你们得胜，但是你们要这样做，你要不要？所以第一个先对心。其实这个攻防也是对这一些，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看到上帝很能够应用心理战，你知道吗？对这些耶利哥人来讲，奇怪他们怎么在避上面巴以来又搞什么方法？怎么1天就是绕了1圈，然后就回去了？绕到我们心里更慌啊，对不对？心里都吓到了，都吓破胆了。那现在奇怪，他们又用这样的方法。我们本想说，我们可以守得2年3年嘛，对不对？看谁守得久啊。但是他们这是哪一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当第6天的时候，这样绕的时候，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你会不会开始又怀疑了？开始又怀疑上帝的作为嘛？上帝对你的耶利哥会说什么？上帝在对你面对你人生的这样的，好像耶利哥城，你没有办法去攻，没有办法去胜过的时候，上帝会对你说什么？他会要你用什么样的方法？禁食吗？读经吗？祷告吗？或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面对你自己生命中耶利哥的问题？这也是回去给我们想的哦。上帝每一个战争都不一样的方法哦。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
没有说用耶利哥的方法来攻爱城哦，没有，攻后面的都不一样哦。上帝是做新事的上帝，所以你有没有认识到他？好，第二个我们看到，当上帝吩咐他们，约书亚就立刻照做，因为他已经有经历过了，过约旦河，他再次的经历了哦，所以他有这样的经验。把约柜摆在前头，代表什么？上帝在带领啊。这场战争是上帝在打，不是以色列人在打。所以打完之后，那些战利品都不能拿，就是归给耶和华，分别为圣，出熟的果子。但是有没有都照做？有没有？有吗？第二场战争就知道了。为什么输啊？我们来看，要攻这城，上帝吩咐，好，你用人的想法方法，真的可以吗？来声音呗。那个积木好像是城墙一样，你看孩子这样叫啊，他。没有什么影响啊。脚还好痛。上帝告诉他们好消息啊！我告诉你们好消息，就7天可以攻下，不用1年、2年、3年，只是你们要照着我的吩咐，照着我的策略，照着我的方法来做。工程也要器具，也要武器啊，也要楼梯啊。但既然都没有，只叫我们散步，你要不要？你要不要照着做？你就照着每一天的读经，你就照着怎样？2、3个人祷告 ，RPG 祷告，你要不要？祭司要不要在前面？这场战争是宗教意义大过军事意义，你知道吗？是让世人知道是我耶和华上帝在作战，不是这一群人。这一群人他们根本没有这些的战力，是我。所以这场战役要让人知道说耶和华在掌权，耶和华上帝使人得胜，耶和华在带头。所以当他们抬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就象征上帝在那边。过不去，上帝与你同在，你就过得去；攻不进，上帝与你同在，就攻得进。看到什么？你有很多的智慧吗？你想要靠车、靠马匹吗？靠这些的权势吗？没有办法。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来，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可能这些耶利哥人认为这个方法是愚拙的，你们绕啊绕啊绕啊，你们喊啊，就好像刚才那些小朋友，这样他那个积木都不会倒啊，对不对？用你的方法。但是有学者说，刚好在呼喊的过程当中，说什么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地震吗？有这样的说法啦。也有这样说法，当他们在过约旦河的时候，刚好上面有土石流啦，把那个河止住。我说那祭司的脚一伸开之后，水就开始流了，那又怎么解释？我们不晓得。不管是有地震没有地震，都是在上帝的掌权嘛。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城墙有没有就破洞了？一旦我们生命有这样的一个破洞的时候，就容易被攻击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用超乎人想象的这样的方法，使人能够怎样突破你的困境哦。十字架还是一样，我们认为是应该是用功德啊，用好事啊，用我自己的想法来得救、来赚取啊，但是却不是用这样呢。所以保罗说，在一般人的认为十字架的救恩道理是什么？是看为愚拙的。那今天我们却因为这样来被拯救啊！所以感谢主哦，我们看到
这样的一个久经战场的约书亚，他面对这样，他用顺服，他用信心，他带领百姓，然后百姓也很配合，对不对？当你听到那个角声长声的时候，你们就要做什么？要做什么？百姓要做什么？要呼喊吗？我们喊一下好吗？哈利路亚！不会倒。叫你喊哈利路亚，有时候难有，你知道吗？对不对？那你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信心，你知道神为你征战的时候，你不得不这样全力来配合的时候，你会用生命的力量在呼喊，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约书亚，他最后用顺服。我虽然是一个战士，但是我顺服你的带领，我顺服，我用信心，我吩咐下去。这些百姓，我相信看在眼里，他们过了约旦河，他们经历过约柜在前面，然后怎么祭司踏下那个约旦河，水竟然分开了，停止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走在什么地？干地呀！看到什么？看到这个是上帝在掌权，上帝在为他们来征战哦。约书亚顺服，从哪里可以看？我们一起来。他说：“不，我现在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请吩咐仆人吧。”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做了。约书亚把这样的一个元帅的权柄交出来，虽然神立他为领袖，但他知道谁是元帅，谁是他的带领者。最后一个，我们看到上帝应许在第6章的刚才一开始第2节我们就看到他应许同在嘛，然后把这些勇士、把这些王、把这些人民都交在他们的手中了，有没有成就？有。所以当约书亚他照着这样吩咐的时候，如果你继续往下看下去，你就看到故事的结局。所以后来我们看到这里的应许，就是先前探子跟喇合所应许的有没有成就？有啊！这场战役进来，特别约书亚有吩咐哦，城中的一切的东西都要毁灭，除了谁？喇合。有没有向他们保证？有。但是你们要聚集在你的家。然后要做记号，有那个红绳子绑在窗户，还记得吗？有没有应许？有没有成就？有啊！到这场战役完之后，我们看到喇合还有他全家性命得到拯救。你知道，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最近好像有一出火红的剧哦，有姐妹告诉我，牧师哦，最近很夯的一个剧是什么？华灯初上了哈，有看吗？有了哈，我没有看，我只是去了解一下剧情了哈。其实这个剧情是发生在大概1980年代，就是1980年代的这个描述林森北路的这一个酒店文化，特别是日本式的、日式的这些酒店描写当然从杨锦华所扮演的苏妈妈嘛那还有另外一位就是林心如所扮演的那他们两个是至交，但是却因为这样的一个酒店文化、客人的关系，然后彼此勾心斗角。那后来这个苏妈妈不知道怎么死的嘛，这个妈妈丧嘛那你们就自己去看嘛，我不讲这个了有同工说明天我听看看了，我说明天我要讲这个，但是我不是真的要讲这个故事啊，你们去自己看了
但是这个里面充满着仇恨、对立、暴力嘛，对不对？但实际上在生活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个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哦，嘿，奇怪，怎么都跑掉哦？好，那我们看这两个主角哈，他们就是本来很好，但是因为工作，因为彼此的这样的一个嫌隙哈，所以造成有彼此的这样的一个仇恨，到最后都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和解啊哈。好，那上次刘牧师在讲道的时候有提到一位牧师跟师母，这个严金的牧师还有丸山洋子这个师母，他们长期20几年在酒店这样向这一些的小姐来传福音。那他们成立了一个万民敬拜祷告中心。上次那个唱国歌那个林什么，那姓林的那青年不是带领唱国歌吗？对不对？就是这个教会的了哦。那也是我们看到，其中有一位姐妹哦，她是原住民，她在上台来做见证的时候，这位师母就跟这位姐妹说哦，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认识上帝，你没有遇到上帝，你可能你的下场是跟苏妈妈一样啊。哦，那这个姐妹就很感恩了。她在她教会做见证的时候，她原本她是原住民的身份哦。那她因为家境贫困，然后呢还未成年的时候，过去有一段时间是什么雏妓，就是被卖为好像妓女这样，年轻就被卖了哈。他被父母卖到万华，然后被迫出卖肉体哈。那所到之处都是铁窗这样的一个防备他们逃跑哈。那回想那一段的日子，他觉得非常的可怕。那后来接到社会局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哦，把他回到山上，那被迫嫁给当地人，但是又因为不被丈夫接纳，因为他有过去不堪的这样过去，还被强迫流产，因此他也无法来生育哈。那经历这样的一个苦难，然后又加上上山没有什么工作机会，又回到了都市，那回到了林森北路在那边，只好又回到酒店来工作。那在那时候日式的酒店呢，竞争激烈甚至你知道吗？会对付对家的啦，旁边比较红牌的，他们就会想办法把他干掉，这样把他杀掉那这位姐妹因为她的长相漂亮那也成为当时店内的红牌那她就被隔壁的店的那个妈妈桑锁定，然后交代这些小弟说你要暗暗的把他杀掉。那有一天这个小弟就在这位姐妹的酒里面掺了安眠药还有毒药。那完之后看到他吸气混就把他丢在水沟里面然后把他弃尸在水沟，以为他死掉了。结果不久他竟然醒过来然后活过来，看到自己的惨状，他真的是痛哭，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他只有起身，然后返回他的工作场所。那这个丸山洋子师母他听到吓一跳，他真的说看到上帝来保守他。那有一位姐妹也接纳他，然后把他带回去，然后帮助他，然后让他很快的恢复但是你知道那酒店的工作就是不断的要喝酒，喝到最后肝硬化那无法工作的时候，那他就是等死了。那医生就说你就是等死吧，没有盼望了。他在酒店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就倒下，被送到医院医生也宣布说你这个没有办法，就把他送到这医院的走廊，那只好放弃了。那这个严牧师严金勇牧师他们接到消息，他们就赶到现场，然后为这一个意识不清的这位姐妹来祷告那后来这个姐妹就看到她受见证说，她在那个昏迷不醒的当中，她看到了大光，看到了耶稣
他就看到一个身影，后来他才知道说那个是牧师的影子这样了哦。那祷告完之后很奇妙，他也没有经过什么样的医治哦，结果呢，病情竟然好转哦。那经历上帝的医治，那透过教会的关怀帮助哦，那后来他受洗成为一位基督徒。那在牧师夫妇的带领下他受洗成为基督徒。那这一次在他上台讲见证的时候令台下的这些会众感动不已那但是故事没有停留在这边突然有一个推着轮椅的姐妹就来到台前，她就大声地说：“要杀你的人就是我。当时候我交代吩咐这些小弟来堵你的就是我。”所以这位姐妹来到台前承认，然后2个人在教会彼此相拥抱，接纳饶恕。所以这位师母说：“哎呀，真的这个华灯初上了，这个剧情呢，就真实的上演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如果有神的同在，你看，神拯救这位姐妹，然后让她知道说，在她人生在挫败的过程当中，有神的同在。当你有神的同在，你知道那个胜券在握，但是后面你需要顺服你需要顺服，你要用信心的宣告，你才能够经历到上帝给你的应许好不好？我们一起站立在新的一年，弟兄姐妹，神要让你在你的征战当中得胜，但是你要顺服，你要按照神的吩咐。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信心的宣告、得胜的宣告来到主的面前。神要给你有这样的应许，你有没有照他吩咐？虽然可能整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好像不合逻辑、不合理，神要你就是安静的听，让他的话成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用信心来宣告这位神在你的生命当中要掌权，要使你得胜。手接过来。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柱魔主带领，甩开主持之宣告你的话语，在罪人面前得胜又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我们要来呼喊了，一起祝福降临到，来大声一点，我要得胜得胜宣告，荣耀升天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宣告，荣耀的天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得胜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得胜得胜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得胜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天天赞美你，阿门，我要高
这是我的身体显光，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身体宣告。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身体宣告。台长将荣耀归有这位得胜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是为我们征战、与我们同在的主，你是带领我们进入到应许之地的主。主，在新的一年，你知道我们很多没有走过的道路，很多没有想过的事情，但是神，你预先知道，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信心的不足，所以你才在前面带领我们，你用你的话来引导我们。愿你来赐下你的智慧，赐下你的能力，赐下你的权柄，给你的子民，让我们用信心来回应。愿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力量成为你们的力量。愿天父上帝的慈爱保护，在你们未曾走过的路上保护你们，指引你们。愿主圣灵赐给我们刚强壮胆的心，使我们继续面对我们前面的征战。我们知道有你的同在，我们就不惧怕，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姐妹，请坐。我们的聚会到这边，愿主的平安、喜乐、盼望与我们同在。